點解聰明嘅人周圍都係，但往往又做唔成咩大事？頂尖高手成功嘅真正秘訣到底係乜？10分鐘精讀一本書，今日我哋一齊讀長期主義。呢本書嘅作者係 Jeffrey Preston Bezos， 佢創立嘅亞馬遜由一間網上書店起家，一路披荊斬棘，最終成長為全球電商巨頭。呢本書其實係 Jeffrey 對亞馬遜由誕生開始到發展成互聯網帝國嘅一次全面反思。內容包括咗23封寫俾股東嘅信，仲有 Jeffrey 親自講述亞馬遜嘅發展歷程，深入闡述佢嘅人生信條、思維模式、經營哲學同管理理念等等。佢想話俾我哋知，只有真正相信並踐行長期主義嘅人，先至可以贏到未來。咩先至係真正嘅長期主義？第一，專注長遠，做啱嘅事。好多人可能會以為，所謂長期主義就係死撐時間，只要捱得夠耐，遲早都會成功。但事實並唔係咁。Jeffrey 喺書入邊講得好清楚，長期主義嘅核心係持續去做一啲具有複利效應嘅事情。以亞馬遜為例，喺創業初期，佢哋足足用咗10年時間嚟建立物流體系。呢10年入邊，每一年都投放大量資金，表面上睇落好似完全冇回報，但當物流系統一旦建成，就可以做到美國境內48小時送貨到門。呢個優勢令到競爭對手根本追都追唔上。呢個道理其實同你每日堅持讀30分鐘書一樣，一年累積落嚟就有10,950分鐘。10年之後，呢啲知識會喺你腦海入邊砌成一道好實淨嘅知識屏障，足以令你喺某一個領域企得穩。重點唔係你做咗幾多，而係你要識得分清楚乜嘢係重複又冇效益嘅勞動，乜嘢先至係有積累價值嘅行動。例如你每日機械式抄單字，其實唔算係長期主義，但如果你配合語境去理解，仲嘗試實際運用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積累。第二，對抗人性嘅弱點。Jeffrey 喺多封致股東嘅信入面反覆強調，長期主義嘅核心就係延遲滿足。佢指出，亞馬遜一直都將客戶體驗擺喺短期利潤之上。正正因為咁，就算喺2001年互聯網泡沫爆破、環境極之艱難嘅時期，亞馬遜都依然堅持減價策略，仲提供免費送貨服務。當時華爾街好多分析師都批評 Jeffrey 嘅決定太瘋狂，但事後回望，正正係嗰次堅持，令亞馬遜嘅用戶黏性大幅提升，比之前增長咗30%。諗真啲，你喺日常生活入邊有冇經常喺即時快樂同長期回報之間掙扎？刷短片帶嚟嘅即刻快感，梗係比靜落嚟讀書輕鬆，攤喺度唔喐，肯定比起身做運動舒服。但真正可以令你成長同進步嘅事，往往都要你克服惰性，學識喺眼前嘅安逸同將來嘅收穫之間作出啱嘅選擇。呢一課就係踏入長期主義嘅第一步。長期主義嘅3大核心之處。第一，把用戶放喺價值鏈嘅最頂端。Jeffrey 喺書入邊用咗足足3章，深入講解客戶至上呢個理念。佢話，競爭對手可能會搶走你一時嘅利潤，但真正可以長期為你創造價值嘅，永遠都係客戶。亞馬遜最初推出 Prime 會員服務嗰陣，因為免費送貨成本好高，每年虧損超過上億美元。但 Jeffrey 睇嘅唔係眼前，而係更長遠嘅回報。會員嘅回購率比普通用戶高出58%，拉長到10年嚟睇，呢班會員帶嚟嘅收益早就完全覆蓋咗初期嘅投入成本。呢件事對你有咩啟發？如果你係打工仔，唔好淨係花心機去討好上司，而係要多啲精力放喺解決客戶真正嘅痛點上。做到呢一步，升職加薪只係時間問題。如果你係創業者，千祈唔好一味諗住揾快錢，而要深入思考你嘅產品究竟幫用戶慳咗幾多時間，解決咗幾多實際問題。好口碑先至係令事業走得長遠嘅關鍵。實際操作上，你可以每日抽10分鐘記錄用戶反饋，每個星期做一次全面檢討，睇下自己係咪真係為用戶創造咗價值。
第二，用逆向工作法去規劃人生。Jeffrey 提到，佢每次作重大決策之前，都會先諗清楚10年之後件事會變成點。當年亞馬遜決定進軍雲計算領域時，呢條賽道喺當時其實好冷門，並唔被大眾睇好。但 Jeffrey 透過深入分析，預測到10年後，企業對服務型科技嘅需求會迎嚟爆發式增長。佢甚至喺董事會上畫出一張10年後嘅戰略藍圖，清楚展示每一步而家應該點樣推進。你都可以試下用呢個方法，攞張紙出嚟，認真寫低你10年後想成為嘅樣。例如，成為一個可以獨立負責大型項目嘅資深設計師，跟住以呢個終點為目標，倒推5年後需要達到嘅專業水平，3年後要掌握嘅核心技能，今年要完成嘅具體目標，同埋呢個月要即刻開始做嘅實際行動。呢種由終點向起點倒推嘅規劃方式，可以幫你避開好多短期誘惑，例如啲表面上好似揾到快錢，但實際同你長遠目標完全無關嘅兼職。第三，喺不確定性入邊揾確定嘅事。書入面有一個好精彩嘅觀點。Jeffrey 認為，與其花大量精力去估未來，不如專注擁抱啲永遠唔會變嘅嘢。喺零售行業，乜嘢係唔變嘅？用戶永遠都想要更低嘅價格、更快嘅送貨速度，同埋更豐富嘅選擇。所以20年嚟，亞馬遜都一直圍繞住呢3點發力，而唔係盲目跟風去搞一啲新奇但冇根基嘅營銷噱頭。咁對你嚟講，生活入邊有咩係唔變嘅？健康永遠重要，所以每日運動30分鐘係一定要做嘅事。紮實嘅專業能力永遠值錢，所以每星期花10個鐘深耕技能係一定要做嘅事。良好嘅人際關係永遠有用。所以定期同重要嘅人保持聯絡，亦都係一定要做嘅事。揾到呢啲唔變嘅事情，然後日復一日咁做，時間自然會俾你驚喜。普通人實踐長期主義嘅5個具體步驟：第一，建立長期清單同短期清單。攞一本筆記簿，左邊寫低你認為可以產生長期價值嘅事情，例如讀書、學程式、做運動、維繫重要關係。右邊就寫低啲只係消耗時間嘅事，例如無意義咁刷手機、同人比較、反覆糾結過去嘅錯誤。每日朝早用5分鐘對照清單，確保自己有80%嘅時間用喺左邊。開頭可能會覺得好難，你可以由每日做一樣長期清單上嘅事開始，例如瞓覺前讀10頁書，堅持1個月之後再慢慢加。第二，學識小步快跑，快速迭代。Jeffrey 喺書入邊講過，亞馬遜嘅成功唔係因為一開始就樣樣做啱，而係因為做錯咗可以好快調整。佢哋推出嘅第1代 Kindle 電子書閱讀器又重又貴，但團隊冇放棄，而係根據用戶反饋，每半年更新1次版本，5年之後終於成為市場霸主。你喺實踐長期主義嘅時候，都唔好追求完美開局。想學寫作，就由每日寫500字開始，就算寫得唔好都冇所謂。想做自媒體，就先拍一條粗糙嘅片，睇下反應再改。最重要係先喐起嚟，喺行動入面優化，而唔係喺等待入面浪費時間。第三，用10年視角去過濾短期情緒。當你因為暫時見唔到成果而想放棄嗰陣，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如果呢件事堅持10年，會對我人生有咩影響？如果你學英文學到崩潰，諗下10年後可以用英文流利溝通，睇到更廣闊嘅世界，係咪即刻有返動力？如果你減肥去到平台期，好想放棄，諗下10年後健康嘅身體可以令你少受幾多罪，係咪就願意再撐多一陣？將呢個問題寫喺手機壁紙或者書台前，每次情緒低落就望一眼，可以幫你抵擋好多想放棄嘅衝動。第四，揾到長期主義嘅同盟。Jeffrey 話佢最感激嘅係嗰班願意同亞馬遜一齊慢慢變富嘅股東，喺公司虧損嗰陣冇撤資，反而支持佢嘅長期策略。你都需要呢啲同盟。
可能係同你一齊做運動嘅朋友，互相監督學習嘅拍檔，又或者喺你迷茫時為你打氣嘅家人。定期同佢哋分享進度，互相鼓勵，你會發現堅持其實冇咁難。如果一時揾唔到，都可以加入一啲志同道合嘅社群，睇住其他人嘅堅持，本身就已經係一種激勵。第五，定期做長期審計，每一季抽一個下晝，回顧呢3個月自己做過嘅事，睇下邊啲係為長期目標累積，邊啲其實係浪費時間。如果你計劃學畫畫，呢3個月係咪真係每星期都有練，定係只係頭2星期特別有憧憬？如果發現自己偏離方向，唔使自責，及時調整就得。長期主義唔係一條直線，有少少曲折好正常。最緊要係可以不斷回到正確軌道，避開長期主義嘅3大陷阱。第一，唔好將拖延當成長期主義。有啲人會錯誤咁諗，我而家唔努力冇所謂，遲啲再一次過衝刺，其實只係幫自己嘅懶惰揾藉口。長期主義講求嘅係持續行動，而唔係消極等運動。就好似亞馬遜每一年都持續投資喺物流建設，而唔係等到對手強大到無法抗衡先至開始。如果你真係想提升自己，就由而家開始，就算每日只進步少少，都好過成日講遲啲先算。第二，唔好俾完美主義阻住前進。Jeffrey 喺書入邊清楚講過，完成比完美更加重要。亞馬遜好多產品最初都只係一個簡單版本推出市場，之後先根據用戶反饋不斷完善。例如，你想學寫作，唔好一開始就幻想寫出一篇震撼全世界嘅文章，最重要係先寫出自己嘅諗法。如果你想創業，唔好等到所有條件都完美先開始，先做小規模嘗試，喺實踐入邊慢慢摸索同改進。完美主義往往會令你喺起點就卡死，而長期主義要求你勇敢踏出第一步，喺行動中完善自己。第三，唔好忽略短期反饋嘅價值。長期主義並唔係完全唔理短期結果，而係唔俾短期結果牽住走。你可以為自己設定一啲可行嘅小目標，用嚟獲得短期反饋。例如學英文，每星期可以熟背50個單字，就係一個好好嘅短期回饋，可以令你喺漫長嘅學習過程中真實感受到進步，從而更有動力堅持。就好似亞馬遜每一季都會評估用戶增長等短期指標，但唔會因為一季數據唔理想就輕易改變長期戰略。長期主義唔係一句口號，而係一種可以刻意訓練嘅能力。由今日開始，試下做呢3件事。第一，攞紙同筆，寫低你10年後想成為嘅樣子。第二，由呢個樣子倒推，確定呢個月要做嘅一件具體事情。第三，揾一個人同佢講你嘅計劃，叫佢監督你。3個月後再睇返自己有咩改變。相信我，你一定會感激今日呢一個決定。如果你已經諗好要做乜，就喺留言區話俾我知，我哋一齊見證彼此嘅成長。記住，時間係最公平嘅裁判，佢會獎勵嗰啲願意慢慢變好嘅人，而你值得被獎勵。